最多嗰條過咗佢兩三路，到最攞從宜昌衝到我叫蔡華，我叫蔡華。13歲參加大日本仔，就是呢家裡窮，到了40歲我父親死掉了，同一個富農我18個我打工，他用那個新那個牛群送從打，從這趕緊來打，把我打到頭破血流。沒有辦法了，沒有出路啊！我就天天到那個山上那裡摸那個游擊隊有那裡經過，好到了43年10月份就叫我摸到看見兩個了，我就把我的苦情告訴他，他很同情我。你到明年1月份15號，你就在那裡等我，我就到那裡，我2個人到那裡找你。用什麼聯繫呢？用3個聯繫。會面以後呢，他一起把我由那個山走路走到安頓多久？在上面叫安頓，就找到了那個游擊隊叫武工隊。武工隊叫我主要任務就去破壞日本仔的行軍速度，給群眾好撤退。就怎樣呢？那時候沒有炸彈，沒有炮，就用挖水挖溝要檢查公路兩邊都是水溝，都是田。好，他一這個挖條溝，他下去那個把他汽車踏下去，他要這邊又過這邊過，這邊過點又挖條溝，他又踏進去，好了，2鋪下堵在那裡。結果24歲，24歲，24就跟人一百斤跳100斤一斤跟1歲那時候的，我就19歲，19歲那時候我就一個人都3條槍了。但是我現在自己我希望國家的種越來越發展越來越富強軍隊越來越強大了希望要強軍強富國希望國家啦，就這樣啦，保護我們國家越順利發展啦，就這樣。